好啦，再嚟睇睇呢條料啦。日前咧，國務院批復同意擴大消費15規劃文件，提到咗同消費、增收、休假等有關嘅多項嘅民生政策啦。未來5年，我哋老百姓關心嘅房屋啊、汽車收入、假期將有邊啲變化呢？有財經評論員表示，我國消費市場發展將進入擴量提質嘅關鍵時期，擴大消費15規劃將會更好激活市場活力，釋放市場潛力，為中國現代化注入溫暖而強勁嘅發展動能。咁從呢一次嘅擴大消費15規劃嚟講咧，我哋可以睇到釋放出一個信號啊，就係過去我國經濟咧主要係以投資驅動為主要嘅經濟發展模式啦。咁未來將會逐漸轉變為以消費驅動為主要嘅經濟增長模式。對大家嚟講咧，比較關心嘅就係居民收入嘅來源啦，同埋對於未來嘅大宗耐用商品嘅消費嘅促進啊等等，擴大消費15規劃裏邊咧，亦都係反覆強調，咁亦都係俾咗大家未來消費轉型或者係未來擴大消費一粒定心丸啦。對於如何更好讓規劃提到嘅內容落地，財經評論員郭思亮就咁樣講：擴大消費15規劃正式獲得國務院嘅同意批復。咁針對擴大消費15規劃咧，主要有幾個看點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，其中包括增加居民收入嘅來源啦，同埋要平穩穩定房地產市場嘅發展啦。咁除此之外，仲有係落實休息休假制度，同埋促進大宗消費需求等等。咁對於呢一系列嘅措施咧，其實從本質上去解決幾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普通居民唔敢消費問題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解決普通居民冇錢消費問題，咁第三個問題咧就係要解決大家冇時間消費嘅問題。咁其實針對呢3個問題咧，咁如果能夠有效落實擴大消費15規劃咧，相信會帶嚟意想唔到嘅收穫啦。咁喺我個人睇嚟啊，咁針對呢一次擴大消費15規劃啦，亦都有一啲建議係需要提出嚟嘅。針對促進大宗消費方面咧，我個人認為應該從幾方面去落功夫啦。第一個就係要擴大普及消費券嘅推行。我哋可以睇到啊，其實喺前幾輪嘅消費券派發裏邊咧，其實好多人係參與其中，但係最終未能夠得到抽獎中籤嘅。咁由此可見咧，其實對於消費券嘅派發力度咧，仲係有待提升啦。咁如果消費券能夠得到普及，或者有更多人能夠通過抽籤啊、抽獎啊，能夠獲得相關嘅消費券咧，咁相信對於大宗消費或者係其他消費領域咧，都會起到一定嘅促進作用啦。咁第二方面就係要加大力度對於核心領域啊，包括家電啊、汽車啊呢啲大宗消費嘅以舊換新嘅力度。咁對於核心領域、關鍵領域以舊換新啊，如果能夠加大佢以舊換新嘅普及力度咧，咁相信咧亦都會帶嚟前所未有嘅促進效果啦。咁針對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咧，咁其實我個人認為啊，需要從幾方面去落功夫啦。第一個就係需要拓寬居民投資嘅渠道。咁其實對於居民嚟講咧，目前可以投資嘅渠道咧，亦都係相對有限啦。咁如果係比較安全、比較靠譜嘅投資渠道咧，其實對於居民嚟講，目前可選擇嘅空間係相對較少嘅。咁從呢一方面咧，亦都反映出居民嘅投資理財知識啊，或者係相關嘅財商嘅教學啊，亦都需要得到不斷去科普啊，不斷去普及，讓大家能夠從小或者係普及去樹立一種投資理財意識啦。咁另外咧，我覺得對於增加居民收入方面咧，從3方面去落功夫啦。第一個就係工資性收入，就係需要讓大家能夠按時收到工資，能夠增加佢哋嘅工資收入嘅預期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係財產性收入，就係需要通過拓寬居民嘅投資渠道，例如股票、基金、理財等等，通過
多樣化嘅投資渠道咧，讓居民能夠增加財產性收入嘅來源。咁除此之外，對於經營性收入嚟講咧，亦都可以通過科普相關嘅知識啊，或者鼓勵大家去創業啊，能夠讓大家能夠額外增加經營性嘅收入，呢個亦都係增加居民收入嘅一個有效嘅出路啊。咁此外咧，針對落實優息優價制度啊，喺我個人認為咧，其實落實優息優價制度咧，一方面需要企業去提升佢嘅自律性啦，另一方面咧，需要從政策層面上對呢啲長期有效執行落實優息制度嘅呢啲企業咧，應該進行一定嘅稅收減免嘅優惠啦。咁喺實際操作裏邊咧，其實有唔少企業啊，佢哋未能夠好嚴格去履行優息制度。咁對於優息優價制度能唔能夠得到有效去普及、有效去落實咧？歸根到底，一方面需要企業自身嘅自律性啦，另一方面咧就需要政策去引導，讓更多企業能夠參與其中。咁當企業員工之間能夠形成互利共贏嘅局面咧，咁相信無論對企業一方，一係對員工一方咧，都係帶嚟非常積極嘅影響。所以從上述幾點嚟分析咧，咁其實本質上分析就係要改變居民冇時間消費、冇錢消費同埋唔敢消費嘅問題。咁當呢幾個問題得到解決啦，咁大家消費信心自然就會提升起身，咁大家嘅消費意願啦，亦都得到有效咁樣促進。咁對於社會消費需求啊，或者係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啦，都會起到非常積極嘅刺激影響啦。